来，一人一个。好饿哦。这是我的。为什么那是你的？老板娘有跟我说啊，有爱心的是给我的。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的是卤肉便当。我的也是卤肉便当。我的也是卤肉便当。博士，你的很澎湃哦。很澎湃。没错。很澎湃就是形容菜好丰盛的意思。很澎湃，一起练习一遍哦。很澎湃，很澎湃，恭候。开动。好吃。我吃饱了。你吃饱了。阿迪，你这样吃太快了吧？哎呦，我就刚刚肚子很饿嘛。这样不好吧？吃东西要慢慢吃，才能帮助消化吧？对啊，我妈妈说吃太快的话，肚子会痛哦。啊，会吗？会哦，吃东西吃太快真的不好哦。我是牙齿，我的工作是负责把食物切小，看我的，切，也太难切了吧！直接吞下去，哇！我是胃，我的工作是负责把食物分解成很小的分子，但是这块肉也太大了吧，一定是牙齿没有嚼烂。没关系，看我的，分解，再分解。好像分解不了，好累哦。没关系，那就交给你了。我是小肠，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养分。这肉也太大块了吧！你们前面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处理好啊？不是我，是牙齿。不是我，是主人他吃太快了啦。食物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，就会透过牙齿把它切碎，然后会到胃里面来分解，最后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。如果我们吃得太快食物的养分就不能完全被吸收，而且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哦。阿弟，你看看你刚刚吃这么快，现在肠胃一定在抗议了。下一次要慢慢吃。哎呀，还不是博士你便当的菜色很澎湃嘛！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排骨还有香肠都给我吃的话，我觉得我就会慢慢吃。才不要嘞！我自己都还没吃。阿弟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博士的便当有爱心，而且还有排骨这么澎湃？对耶，难道老板娘跟博士？我们是好朋友啦，而且老板娘觉得我很眼倒，所以帮我加菜的。可是老板娘上次也说我很眼倒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她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听不出来。什么嘛？